咱做伙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佮对伊的门徒讲：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不过造成这个事的人惨啊！宁可用大石磨甲伊吊伫暗滚下落海，嘛毋通互微细一个跋倒犯罪。恁家己嘛着谨慎。你的兄弟还是姊妹若犯罪，着甲伊责备；伊若悔改，着甲伊赦免。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遍，7遍拢活倒转来甲你讲我悔改啦，你嘛拢着甲伊赦免。使徒对主讲：求你加添阮的信心。主讲：你若有亲像芥菜籽遐大的信心，甲即丛酸菜树讲，连滚飞起来，去栽伫海里，迄丛树嘛会服从恁。恁中间有啥物人，伊的萝卜去做园，还是饲羊？对园里转来时，检话甲萝卜讲：赶紧坐落来食饭。伊检话甲伊讲：甲我准备暗顿，下围裙来伺候我食饭。后来你才食啉。萝卜做主人所吩咐的代志，主人减着甲伊细写。你嘛是安尼，你因做受交代的代志了后，就讲：阮是无路用的萝卜，阮不过是尽本分拿定。圣经以上。咱下面的信息是咱敬听的罗牧师，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有关系就无关系。主任牧师团咱这位所敬听的这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代表新行医伫这个奉献纪念主日来向各位来请安。我接到这个派令讲要来咱教会请安的时阵，特别甲我交代，讲因为咱教会是咱全台湾上界支持新行医的一间教会。所以讲，我伫今年4月、5月时阵，拄受传做董事长。因讲董事长就一定要亲身到教会来向大家说多谢。我甲因讲，其实我较无爱用董事长这个身份，我较爱用的是讲，我是咱教会以前的教育牧师，我要转来甲咱说多谢。我要用这个机会甲咱说多谢。早起我要出门，我的太太牧师娘嘛特别交代讲，你爱甲少年教会说多谢，因为咱有4年久，1996到2000年，伫咱的教会做教育牧师受真好的栽培，才有机会到伫澳洲 Brisbane 的所在牧会，会当10年久。我倒转来伫咱李存兴教会伫台北中会，今年已经进入第8年，才有机会伫今仔日。代表新行医来甲咱请安，我感觉真正深，对身体甲咱说多谢。我仰望上帝听咱，咱嘛听牧者，以前怎样听我，用这款的精神继续来听新行医为了新行医来踊跃来奉献。伫这个进程，我嘛特别多谢咱教会有年义美小组伫9分长老的带领，下面有济兄弟，真正是。出钱、出力、出心，佮出工、佮出精神，哇！真正足无简单。甲新行医这个教堂，或者是讲女性的宿舍，即马图书馆嘛得进行这个整修，真正是对心底全校师生拢常常孝念咱的教会替新行医所做一切。愿上帝将济运费来加入伫咱的身躯顶。互咱更较有气力来做一好事，来荣光上帝，愿上帝赐福咱。请咱大声3讲话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会当搁倒转来到主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伫遮代表新行医来向大家请安说谢。阮感觉这是上大福气。主啊，其实会当诚做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就已经是足大的福气。
阁有机会真做同工做伙拍拼，阁较是伫阮生涯中间真水的纪念。阮多谢你，互双连教会得到侪侪祝福。阮常常自我提醒讲，双连教会是领5000个。事实阮嘛看到教会伫侪侪方面有真好的关心奉献，来做侪侪水的事。阮恳求上帝，你稳上加稳，福上加福，伫阮在座每一位，互阮更较有气力来做侪侪水的事，来互主的名得到荣光。这点，阮要对你的话中平平来得到帮衬，愿上帝你的灵亲身来教导阮。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亲爱兄弟，老人甲你问讲，信仰的路好行歹行？你要安怎甲应答？信仰的路好行也歹行？有的人在摇头，有的人那敢嘛点头点真紧。其实讲好行嘛真好行，因为咱拢会记得保罗甲咱讲什么？讲因信称义吼，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咱无遐尼好。但是因为咱欢喜信上帝，上帝讲，甲你算做好，就互你有得救的愿望，简单无？真简单。但是咱若是搁来读马太福音第20章16节的所在讲，受调的人多，但是受选调的人是少的时阵，哇，你就开始摇头讲，哇，看起来信仰这条路吼，那敢若是安怎？人人拢真有愿望。但是嘛是个个拢无安怎，无把握，吼！若要完全行了这条信仰的道路，可能大家拢足拍拼，足拍拼安尼。所以到底咱要怎样行？咱要怎样做，才有法度伫这条信仰的路行了真平凡、真好势。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咱的主耶稣就是要给咱指示一条正确的道路。咱来看拄则咱读过10节的圣经内面，其实。主耶稣有讲4项真要紧的代志，第1节到第2节，伊咧讲什么？在讲唔通互人绊倒，唔通互人绊倒，唔通真做人的窒碍。伫第3节到第4节讲到圣免的功课，伫第5节到第6节讲到信心，你的信心爱什么款的信心？伫第7节到第8节，到第10节，在讲到服侍，咱就怎样服侍上帝？讲到4项假事。但是咱若是甲浓缩、甲归纳落来讲，其实主要所要讲3项，咱应当去处理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就是咱甲人应当有的关系要安怎处理；第2就是讲咱甲家己的关系，咱要注意什么；第3就是讲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爱要拿去好好处理。这3种关系若处理好，咱要行信仰的道路，你就更较有把握。所以大先请咱来看。咱要怎样来处理咱甲别人的关系？伫第1节到第2节，我拄才已经讲过，主要所予咱的命令是什么？讲唔通真做人的窒碍，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唔通真做别人的窒碍。但是你甲想看卖，这好做也歹做，唔通真做别人的窒碍。其实咱若静静想，伫咱生活中间，有时小可无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或者是你的讲话，有可能拢都互绊倒安尼，就真做人个窒碍，是毋是安尼？今仔日咱看这 FB 网络真流行，一句话出去，可能全世界无定都拢知啊，影响足大。伫几个月前，我看到一个消息，讲一个查某囡仔，因为有一个人讲话伫这个FB 甲讲伊的名声安怎倒位无好。伊为着要安怎？为着要讲伫遐来表明家己是清白，伊结果自杀。互人看着感觉真心情艰苦，一句话会通甲人逼到绝路去，甲你逼到互你去自杀。这真正咱爱真细致。所以对这个事实，互人看着讲，人他有可能，人是安怎会跋倒？咱讲伫生活中间有时咱会跋倒，其实人会跋倒有时是家己找，讲自己找的，你家己去做啥？但是咱唔通否认，人的跋倒有真侪是安怎？别人家放这个窒碍伫伊面前，所以来跋倒。所以为了这件事，主要所讲真重的话，主要所讲，
宁可甲一个人吼，伊颔棍甲伊绑迄个大石木，甲弹落去海里，也好比互即个美食中间的一个跋倒搁较好。安尼若正面来讲，咱读即句话要安怎讲？就是讲，你若一个人跋倒，正做别人的头盖，你所着承担的后果，比用石头大石木，甲你绑伫你颔棍，甲你迄伫海里，迄搁较恐怖。更较可怕，简单讲是安尼。但是外可怕，今仔日的圣经无遐尼清楚甲咱讲。但是我请咱来注意读，这段咱今仔日读的经节是接伫倒位？是接伫16章的后壁。16章上落尾讲一个啥物故事？讲布人甲入撒罗的故事，敢毋是？吼，你若去读这段故事，这个好野人敢有做啥物歹事？有去共换钱无？有去作奸犯科无？无啊！吼，但是当伊咧大鱼大肉咧享受的时阵，伊竟然忽略伫伊的门口有一个当信的兄弟，伊袂记好去关心伊，袂记好去听伊，袂记去分享上帝的听。你想入撒罗，心会足艰苦袂？会跋倒袂？奇怪，咱两个拢当信的，你大鱼大肉。无你嘛讲小可分我一丝啊，吼，无呢是食了才倒互你嘛。所以是安怎？这个好野人后来会受讲，伫阴间咧受苦，真要紧就是讲你失去应该有的听心，你用跋倒啊啦。所以咱咧真细致，咱甲人咧做伙中间，但是咱也常常去家己做提醒，讲我讲话惊得有互人跋倒啊无？讲到这个假释了后，咱看耶稣继续讲一个假释，就是讲赦免人，赦免是安怎接入这个假释后壁？因为赦免是毋是有赦免人，甲会用跋倒无？这真正有真要紧的关系。咱来看第3节、第4节，咱先来看第3节，伊安怎讲？伊讲恁着谨慎，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就要劝解伊；伊若后悔，你就要赦免伊。安尼咧讲什么？就是讲，有人得罪你，检采迄个人是摕踢盖绊脚石伫你的面前，但是伊若是后悔的，伊甲你回讲歹势吼，我无兄弟，我失礼吼，我得罪你啊，你就要赦免伊。安尼大生活，咱看到一个真要紧的假释，就是讲，咱教会内面咧讲赦免，有一个前提啊无？有呢，咱做基督徒，咱咧讲听赦免，就讲滥情，讲你凊彩做，我拢赦免你，毋是呢？你都要后悔，你要认罪，你若认罪，上帝赦免你，咱嘛要去赦免人，你若总讲兄弟得罪你，已经甲你认罪啊，你若无赦免你，就是你安怎？你讲做伊的头盖，你把绊脚石放在他的前面，所以圣经讲，你着谨慎哦，你着谨慎，你的兄弟若是虽然有得罪你，伊若认罪讲我错了，你就要去赦免伊，无你就是甲头盖放伫个头前，第4节，咱的主继续讲，伊讲假使伊若一工7摆得罪你哦，佮7摆活倒转，伊讲歹势，我拢我毋对啊主要所讲，你嘛要赦免伊。哇，这款的要求，你感觉好做啊歹做？足歹做呢？这是一个更较关键的要求，敢毋是？这个中间要表示就讲你的兄弟可能是一个信口开河，讲话无算话，翻翻颠颠，起起倒倒，伊连咪讲要赦免，连咪搁去犯罪，有这款人无？有啊！咱来去看一篇电影叫做《沉默》。毋知咱中间有偌济人过去看真好看一篇电影。内面有一个叫做吉次郎，这个人，伊讲伊有信仰，但是到危险的时阵，伊就犯，所以定去神父面前告诫，连伊就搁犯罪，告诫就搁犯罪，甚至陪伴这个神父到这个神父关的时阵，伊搁去家认罪，迄个神父有赦免伊无？迄个神父嘛是赦免伊。主要所甲咱要求的，就是这款的境界呢。虽然你的兄弟得罪你，定得罪你，伊若敢讲歹势，我毋对啊，你就要赦免你，是安怎？你宁可赦免你，若无，你有可能甲这个
踢界放伫个头前，你就犯罪啊！所以信仰的路有好行无？其实是足歹行。敢若讲你甲人的关系，你毋通互跋倒，你都要定定去赦免人，哇，都足歹做。但是我要甲咱提醒，咱若讲伫信仰这条路，我要行了真妥当，我要顺利行到我所期待的目标。第一个，咱要记的就是讲，毋通互人跋倒。无论咱讲话行答，常常要家己提醒，毋通互人跋倒。咱都要常常欢喜赦免咱的兄弟。伊若认错，咱都要赦免。第二，咱要怎样来处理甲家己应该有的关系？这嘛是真要紧哦。咱看圣经记载讲，这学生听了主耶稣的教示了，讲哇，你都要毋通真少人个踢界哦，你都要常常欢喜吼。咱来认错，你都要赦免。这学生甲耶稣，因的主安怎要求？因讲主啊，请你加添阮的信心。讲主啊，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你咧读这段圣经有感觉奇怪无？咱要去赦免人，咱无爱去互跋倒，靠关系是啥物心？应当是疼心嘛。主啊，你有我较侪疼心，有困难去赦免人啊！无去互跋倒，安尼讲。毋通吼，毋是讲加添我的信心，因为信心是对还未看见的事会通肯定，对所仰望的有把握，迄叫做信心嘛。所以你要求这是意思是啥物？就讲耶稣啊，除非你互我看到将来的事，你将将来的事报我知，互我更较清楚所以我就更较有信心来照你所教示来行。但是你看耶稣安怎应答？耶稣应答那敢若无对同。耶稣讲恁若有信心，亲像芥菜籽一样，恁就是对这丛生菜树讲，你就飞起来，甲迄起海呢，因嘛要听叹你。我奇怪，你讲加添阮的信心，耶稣哪安尼应吼？其实耶稣是咧安怎纠正因一个最要紧的观念，信心。咱甲上帝关系中间，咱对家己爱去要求的信心，迄个信心是质较要紧，毋是量哦。质比较要紧，不是量比较要紧你甲看，这个芥菜籽是遮尔细粒哦。咱若中间有侪人应当去过以色列，迄个芥菜籽是足实，一枚嘛无偌济。但是这粒种子若是活的，伊若是活的，有生命，伊就会安怎？伊就慢慢大长到讲，会使叫生菜树迄去海呢，会使叫迄山来刷开。所以这个提醒咱真要紧一个代志呢。你甲看以色列人，因是看上帝信条看上济，但是因的信心有上大无？无啦。这是安怎来安尼？就是讲因的信心，有的人信心是死的嘛，甲你的信心是活死有真大关系，所以咱会常常提醒家己，咱讲甲上帝的关系，毋是咧比讲哇，信主信50年啊！你信50年，你这粒种子若是死的，你嘛是无进步，原地踏步啊！但是你的信心若是活的，有生命，就是讲你拄啊初信啊，定有可能安怎？哇，你大长足紧的，要带领咱来会当圆满。行完这个信仰的道路，所以咱常常家己做反省，伫日常生活中间静静，逐工要困无定，你都要去想，主啊，我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若是活的有生命，就要带你行完这个信仰的道路。第三，上落尾咱要想的就是讲，甲主的中间，咱的关系爱什么款？伫第70到第10节，主耶稣讲。话锋一转讲一个真趣味，就是讲恁什么人中间有你的萝卜去雇养，还是去做田转来？你甲讲，请坐，你紧食饭。伊讲，敢毋是讲，你下围裙下好，来伺候我食饭，食了你再去食嘛，伊讲安尼萝卜照主人的所吩咐去做，主人就搁较多谢吗？伊讲恁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就讲，阮是无路用的萝卜。阮是尽阮的本分来定，耶稣是安怎讲安尼？其实这个教示是甲头前这个信心有关系。我拄则讲过，一个人的信心若是活的，有生命的，上帝有可能伫个身躯顶安怎成就足大的事，有无？
咱看旧约中间，咱的史书或者是先知，包括今仔日有这大溃烂传教者，因会使行足侪新约技术，这拢跟因的信心有绝对的关系。但是耶稣安尼在甲咱教导的中间，是咧甲咱提醒什么？伊讲有影是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上帝通过你成就足侪奇妙事。但是你莫袂记哩，迄个新约技术是啥物人互伊完成的？是上帝，是上帝互伊完成。所以无论上帝互你做偌大的事，是祝福你偌济，你毋好伫遐夸口讲哇，这拢是我，毋是啦。主要所要甲咱提醒的是讲上帝才是主导者，上帝才是主导者，咱拢是上帝的奴仆。若无有上帝，其实你无算做是什么？敢是安尼？你搁较敖，上帝若无很好的机会，你要去发挥。所以伫信仰的道路顶面，咱常常爱做一个自我反省，就是讲，我甲上帝咧行，上帝甲我祝福遮济，我成就遮尔济奇妙的这个新约技术，我要甲上帝保持什么款的关系？都是要谦卑服侍。莫讲你讲我今日我足够，这是咱常常要去做反省的。所以今仔日我是安怎定这个题目，讲有关系就没有关系这种台语讲，咱敢真歹讲但是咱陈长老是台语的老师安尼其实我要讲是讲有关系都无关系，意思讲你若关系好，咱人际的关系咧处理，人甲人若关系足好，讲一切代志拢嘛无问题，敢是安尼？但是信仰的顶面，我嘛要甲咱讲，你若甲上帝的关系处理好，甲别人的关系处理好，甲你家己的关系嘛拢处理好的时阵，你要行信仰这条道路，一定搁较有把握。落尾我要甲咱互相勉励，就是讲，咱今仔日当坐伫遮，咱拢是什么款的人？咱拢是已经受调啊，敢毋是？我们都是被招的一群通过在起的信心。请咱做伙更较好的更较悬的目标，就是讲我们要朝着被上帝选上，和上帝选到这个目标，请咱好好来做伙努力。咱三观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的恩，阮何等福气，阮人算做是什么？总是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阮，叫做上帝你的囝儿查某囝，搁互阮坐一丰盛的恩典。主啊，阮真正爱大大感谢你。总是阮人真紧骄傲，阮嘛真紧将上帝你所赏赐的看作家己的。愿上帝你帮助阮，你互阮的是遮尔丰盛，阮就要用伫适当的所在，互阮所做一切会当得主你更较大的祝福，更较大会当做更较大的好事来荣光主你的名。多谢你在去这段时间对阮的提醒。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我无要用口头报告学校有做一篇真好的迄个影片请咱来看，请咱大家踊跃来关心学校来奉献。什么是耶稣的眼光？什么是伊所看重的？9年前，我对新学院毕业，来到婚林县水南乡，我满心期待准备牧会，这是无想到教会只有剩8个人，并且已经34年无全职的传教者。迄时我感觉真惊吓以及无奈。我心内甲上帝问讲：主啊，是安怎你爱我来到这个所在呢？但是兄弟对我充满期待。因真紧就将厝边的囡仔带到伫教会，提满小小的主日教室。伫戆影中，我开始想，我知因的渴慕是什么。我也渐渐明白，上帝爱我所做的事奉。上帝爱我看见因的困难，去了解因的家庭功能失调，对痛的渴慕甲失望，以及对未来所失去的愿望。
在这个过程内面，我知要改变这个，那不是上帝丰盛的恩典，不是神学院真责白的训练甲支持，我实在不知安怎通行落去。神学院的教育是我学习的基础。我记得伫神学院学习的时阵，其实并无轻松。我伫真有限的环境中学习刻苦家己，学习完全顺服，完全献上。我真确悟，正做上帝眼中忠心的萝卜。虽讲伫迄个过程真辛苦，我却充满真实的喜乐。我也充满对服侍的愿望。超过一世纪，台湾神学院伫时代的变迁中，坚持用圣经的原则培育忠心的传教者。因到伫台湾每一个角落，无论环境的困难，无伫意伫家己的欠缺甲病痛，只看重耶稣的眼光，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用耶稣的疼来疼一地都市，为台湾每一个世代来也福音的种子，证明上帝对台湾的疼。我感谢上帝，带领我来到这个所在，伫人看做欠缺的所在，伊却是了稳定甲祝福。什么是耶稣的眼光？什么是伊所看重的？也爱咱看见送穷人的需要，看见孤儿寡妇、艰苦人的欠缺，看见台湾这个岛屿的需要。更加看见后一个世代的需要。你有看见耶稣的心意无？支持神学教育，就是支持上帝疼台湾的心意。